州、台湾中八会来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今日的这个庆祝母亲节的节目，哦，真欢迎你来参加。我有话要讲的就是，咱来感谢这个有真侪感谢这个人帮忙咱安排这个节目的人，一寡同工，有一寡赞助的人，有一寡义工来表演的人，伊帮忙咱设这个所在，等下咱来遮，咱大家伫遮，咱来享受做伙，咱继续咱家己喜爱的这文化，台湾的文化。而且大家来互相享受，咱感谢这个人提供这个机会。搁一个就是，咱这个拢是年纪较大的人，咱年纪较大的人，咱虽然这个血脂有增加，血脂的数字有增加，毋过这个血脂只是敢若数字尔，咱只有敢若咱的身躯有较无。较老来，拢有一寡较软弱，毋过咱的心灵只有敢若会保持咱快乐，平安快乐，咱就当继续这个，咱会当继续搁一遍，继续这个咱，互美国人叫做黄金时代的年日，咱直接来享受咱过这个黄金时代真侪喜乐的生活。所以我顶地讲，就是讲咱爱做一个可爱的老大人。可爱老大人，咱头一项真简单会当做，咱面爱常常带着笑容，来欢迎所有甲咱做伙的人。我今日讲话到这为止，咱节目开始，大家快乐。多谢林会长，北加州台湾中八会林鼎罗会长，刘瑞仪牧师，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李嘉玲会长，国策顾问邱俊邦国策顾问，各位台美社团领袖，各位台湾乡亲，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多谢。钟庭今天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应邀和我的内人宝玉，还有我们文教中心的吴玉华主任，以及周文副组长，还有那个钟佩珍副主任，一起应邀前来参加由北加州台湾长辈会所举办的2017年度的庆祝母亲节的大会。北加州台湾长辈会成立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我们北加州台美社团里面历史最悠久的社团之一。过去30几年来，在我们历任的这个会长，以及我们现任的林典模会长，还有过去历任的干部，大家一起共同的努力之下，会务蒸蒸日上。不仅那个会员遍布整个北加州地区，而且就是每一年都会定期的或不定期的举办许多的活动，来服务我们北加州地区的这些长辈朋友们。不仅提供给我们北加州地区的长辈朋友们一个非常好的交流联谊的一个平台，同时也让我们北加州地区的所有的长辈朋友们能够有一个非常充实、非常多彩多姿的一个精神生活。那另外就是北加州长辈会除了就是办理这些服务长辈的活动之外，还行有余力，经常帮助其他的侨团也办理一些社区的服务的这些活动，成果非常的那个卓越。我在此仅代表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向那个长辈会的所有的前辈先进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那今天也特别感谢北加州台湾长辈会在母亲节的前夕办理这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庆祝母亲节的大会。我们都晓得，在我们传统的社会里面，大概大部分的家庭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陪伴我们子女长大，跟我们在一起时间最多的，
以及就是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中，让我们给我们子女最大的这些呵护跟力量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母亲。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这边办理这个庆祝大会，来向我们全天下的母亲，还有我们在座的今天在座的各位母亲，来表达我们的祝福跟感谢，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那我在此也祝福我们在场的所有的母亲，还有我们全天下的母亲，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谢谢大家，谢谢。咱即马请马处长来甲咱讲话，马处长请。北加州台湾中配会林典罗会长刘瑞仪牧师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李嘉玲会长国策顾问邱俊邦国策顾问各位台美社团领袖各位台湾乡亲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多谢。钟庭今天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应邀和我的内人宝玉，还有我们文教中心的吴玉华主任，以及周文副组长，还有那个钟佩珍副主任，一起应邀前来参加由北加州台湾长辈会所举办的2017年度的庆祝母亲节的大会。北加州台湾长辈会成立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我们北加州台美社团里面历史最悠久的社团之一。过去30几年来，在我们历任的这个会长，以及我们现任的林典模会长，还有过去历任的干部，大家一起共同的努力之下，会务蒸蒸日上，不仅那个会员遍布整个北加州地区，而且就是每一年都会定期的或不定期的举办许多的活动，来服务我们北加州地区的这些长辈朋友们，不仅提供给我们北加州地区的长辈朋友们一个非常好的交流联谊的一个平台，同时也让我们北加州地区的所有的长辈朋友们能够有一个非常充实、非常多彩多姿的一个精神生活。那另外就是北加州长辈会除了就是办理这些服务长辈的活动之外，还行有余力，经常帮助其他的侨团也办理一些社区的服务的这些活动，成果非常的那个卓越。我在此仅代表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向那个长辈会的所有的前辈先进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那今天也特别感谢北加州台湾长辈会在母亲节的前夕办理这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庆祝母亲节的大会。我们都晓得，在我们传统的社会里面，大部分的家庭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陪伴我们子女长大，跟我们在一起时间最多的。以及就是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中，让我们给我们子女最大的这些呵护跟力量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母亲。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这边办理这个庆祝大会，来向我们全天下的母亲，还有我们在座的今天在座的各位母亲，来表达我们的祝福跟感谢，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那我在此也祝福我们在场的所有的母亲，还有我们全天下的母亲，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谢谢大家，谢谢。咱下面请咱的来宾，贵宾，北加州台湾同乡会李嘉玲会长来甲咱讲话。大家好，马处长。林会长，各位北加州台湾长辈会长辈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今年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会长李嘉玲。我算做讲较小辈吼，真欢喜吼，会当和大家见面，尤其是在这个母亲节吼。
会前一礼拜大家斗阵吼，会当做伙真欢喜。啊，中北会吼是一个真有意义的社团，由咱足侪大家即个过去吼，伫个社团吼，尤其是咱联合会一寡朋友，安尼来搭即个促成，好好栽培，一直到即嘛吼，安尼有遮尔啊侪个乡亲吼，大家拢逐当拢有一个机会，会当斗阵吼，一年有差不多4顿的迄个即个大会吼，会当大家斗阵，大家真欢喜。我心内真感动，这是一个真温暖的家庭。因为咱北加州台湾人伫即代遮吼，拢是一个大家庭。所以讲希望讲吼，即个我相信啦，即个会会当继续，会当传承，会当继续，会当好好搭继续。尤其是吼，渐渐阮希望讲，我会当利用即个平台吼，比如一寡较少年的小辈，会当来一直把即个对长辈的即个敬佩，长辈的即个尊重吼，会当继续即个传统吼，非常重要。大家来努力拍拼，感谢各位，感谢各位。还有一点吼，是再来大家讲者，后礼拜六是咱北加州台湾同乡会吼举办的即个台湾文化节，伫个旧金山吼联合广场旧金山Union Square吼要举办，为10点开始吼，到下晡4点。咱南湾吼有一个迄个巴士咱南湾吼有一个巴士，免费的巴士吼，会当大家接送，去旧金山早时啊9点出发10点吼到旧金山，了下晡4点遐出发，到5点转。电话号码吼是408-218-2681，408-218-2681吼，显雅人，迄个周司令是咱迄个是顾台湾同乡会吼的会长，所以讲麻烦你甲报名，大家欢迎来参加吼。台湾文化节应该是一个真有意义的活动，是咱台湾人的迄个公益，咱台湾文化要来宣扬互全世界知影的所在，吼。对，Free Mount 吼，Free Mount 是伫个迄个长青学院吼，电话号码 Stanley 510-519-494-8020吼，510-494-8020，互大家抄起来较尽量吼，在即2位报名免费巴士，大家欢迎来参加，感谢。感谢李会长，咱校会长今仔日有特别邀请，亚马西大赏，咱请亚马西大赏来甲咱讲话。Please allow me to speak in my native language, which is Japanese. I was born and grown up in Tokyo. では日本語でちょっと話をします。今回はお招き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台湾という国は、台湾とは私はビジネスのことの付き合いしか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も、最近になって TAC に行ったり、日本語を教えたりなんかして、非常に楽しい思い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います。私の隣に女房です。女房は台湾出身ですので、少しスピーチをしてください。大家好，今天很荣幸的被邀请来，是这样子，我们就是一点时间，那有机会在3年前，那个在TAC 开始教日文，那学生我们在那边教的时候，大家学生还有其他的会员，大家都对我们很好，把我们当成家里的人一样看待，所以非常温馨，然后就是也很快乐，跟大家一起学习。所以，假如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
好，今天谢谢，还有 Happy Mother's Day。咱的处长可能等会走吼，伫要逃走以前，咱也请伊甲咱唱一条歌。咱是嫌咱伤过老啊啥啦？伊去别位拢唱歌啦，我无来咱遮唱歌，所以我就来讲袂当，你绝对要来遮唱歌，所以今仔特别来咱唱歌，所以咧，咱嘛听好听，甲我讲，咱就来，咱拢会唱歌吼。故乡马赛着流落来，要我伊请你放心，我的阿母。虽然是孤单一个，虽然是孤单一个，来到家乡的天生道。我是一勇强的，妈妈呀保重。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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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所有母亲。希望会平安过日，我的阿母。想必是强强离开，想必是强强离开。来到家乡的乡土，有无我是一打拼的。请你呀保重。天的红旗，夏天的三旗。请保重，唔通伤风，我的爱阿母。期待着早日相会，期待着早日相会。来到家乡的一粒乡土，有无我是会转来的。妈妈，请你呀保重。多谢多谢，祝我们所有的妈妈大家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多谢多谢。感谢马处长甲咱献唱。